满丽军预备路上得中头名上牛么为分走步，但是满丽军精通医的让屋里向大家在这里一天啊，所以家民这个上人开心的不得了。这个女婿不我灭上，年纪轻马上好，才人出众，而且精通医的，小五不为分走上，即为得来自。今在文武大人上京的三个为谁两相谁立小他给黑一上上，万岁有旨，有事出州，武士卷连退班了。今朝皇帝心情慎重，手下了龙一郎实受真责，张破与臣子打出来100件，起码也够过世人。那么这个，让我今朝闲话先说了这的。众位爱卿，今日寡人负心灵能杀。大家不懂，皇帝上京的时也凭文武八卦为把国的荣华。今在文武为分出之，皇帝推出是不利杀者，啥题？门没给发下门，所以大家个目光盯了皇帝了让看嘛，应该出自啥个事体啦？众位爱卿，这位某位妻所谓奉体受戒，命在须臾，30神功太医中斗，否也能妙手为臣。故请众位爱卿能费保济民意。倘若王家起死为生，神功所以晋升送上。也是个泄露人。原来不他娘娘评为他有理想的第一山已经没办法医治，因此请文武八卦推荐医生。这个生意也好进发的。皇帝现在让是看下了过他进步进将，那么看不下有3个呀。皇帝扎头明面孔2米绿，1米光1米白，1米绿头用，1米的确亮的。所以大家在了让也对神灯沐浴，神灯一沐浴，神灯沐浴。皇帝后啊，在了让也对呀。平常每个对奴工的单位活路，空地们奴的事体不做，居家不得，当我皇帝285啊，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上一道扬鞭气势，勇于一战。尔等向少林之佛，受寡人之所，取寡人之乐，而请奉家受戒。要你们保济民意，尽为些要事，真是一杯实为抽水的一人意。他这个文武必行，皇帝的那莫三门，视为手册。啥叫视为手册？8位。工地么挪个，事体么不做个，工么也工个，用人么不怕个，还是打8位差不多了。皇帝了那莫8位么，适当让分东扶西，半眼大个了让里向，半眼小个了让外面。啥上么那个坟墓是皇帝这面孔也看不清爽。现在听见皇帝了那莫8位么头里暗黑些，适当让向5块8位顶小，属于小8位。对门前旁一看看，那块8位比我大啊！你了那对谁对看，谁对再对谁对看，看得再远，手下一个人，大家在那盯来里看，啥人？满丽军加名队的3人，预备人相2起，历史家果然，吩咐大人莫慌谁不盯来，我看为啥么？我只为定个。风落在头，今朝对个这人还应该定懂。那么我来教的，老子实际上真正理想个第一生我来教得懂，害得来个医生真正看不好他有毛病，
那皇帝啊，不察之余挂我不噻，那么我来叫人嘛。所以了，老东呢，竟叫人杀人。玉了，刚衣裳，刚热坤，口鼻不得，出了些耳口。王医生本是大家想了想，想了想，我呀，我许家我忘记他屋里向养和个一天亚拉海湾跨地太子，所以强北撤步，正气反水。走大龙去自木门飞，想不太年靠生日病，这是呀情义调日他之为冯家七十位民在代行，以老臣看来，这是情义神医，定能妙施为臣。这里是为某位舍命，寡人心中不安，全家出罪，可是报其名义，正气反水。老人必得来报己，朕报己名义。大地老兄娘，大哥报己名义，老亲家，陛下亲家，报谁来？亲家报己名义，新人名瑞，身在哪里？是寡人之意，命他进宫侍令。皇帝没开心，问我衣裳新啥介绍，家人进宫。那么，能给马上拿女婿的名字报上来？不来，啥体嘛？我女婿年纪太轻，一塌不知17岁。他有里向这两个老医生在个60岁，还是老医生看不好他有17岁的小猴子哪来？所以皇帝听见名字怕撇开围驴了，我也落不落？怎么是个？让我名字慢慢讲讲，先拿女婿的本事碰一碰，加热。再个像现在厂里向的产品外分7场，随时做一张广告，叫广而告之，正气反水。想他是某福建人，谁心哈？我也不是看上有，非下亲戚呀。说谁想他精通心理阴阳落叶，大哥请说明先生在亲家一月报谁来？想他天文地理精通些。大公请风师先生做啊，非下亲戚呀，八十岁，想他几万名
明日称干事。那么皇帝后在，对你妈妈还何时何点啥个胃口？所以面孔一杯，亲家既若报水泪，据说报哪一个？当皇帝唔受的么谁那个老乡？刚正刚直三句关后分来位子，两个这里说上来，假使明日再不办事，看上去头上顶说嘛也说特子，错不懂讲法，真气反水。他人那顿多知的杀人三，乃是心口状有神髓，黎明大。一听心口上有黎明大，皇帝依然是太特子不差。像心口上有文章是何？文章何不等于为看毛病呀？哎，老亲家。有夫妻，谁把对？希望是否不相归？亲家忠心寡人明白，这名医门另修为好。而是讲知实干性神语为的，说明闲话分讲到底子了。三个大知府眼睛的老弟眼要是分地精气味，那么呢，让我讲得再具体一点，真气反水。他们希望明日称干事，正所谓一匹条瓦头好共一杯。哎呦，越是越离谱在，打比条下头相放一半，既然不打比条下头比，打我宫里向来衣裳才不能比呀。想打比条下头比，别吃在，但要听听哪比法。老亲家，正在，真是与比丘瓦头相放一半。反水呀，合府的家人，他们生一病，他们灭饭，一体生灵。我屋里向头头女女来来说说娘姨阿妈始终我的三大毛病侪是里口一天呀吃无忌最好，所以神称一剂两方，药到病时的神医，大家在这里一天呀。对里妈妈做啥家哇啦哇啦，你今家吃错的呀了浪子，啥地无人在这里一天呀？现在我娘啥人，皇帝的娘上人，还是第五人打我娘来比啊，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两妻一女荒唐腿，怎能给上下准备不分开？怎能与家人细听等同的？国太风趣，
怎能与下士奴才混为一谈？对皇帝口口不乃特满门，今朝乃叫你做啥？叫在医生有。你现在问我这个医生该多少本事，我叫在不得听。啥介绍你多个娘们上人，我屋里向个地下人们是下人人。哈呀，你想想看，上人我等人今朝你啥毛病呀？我一不是让到你比身高，我不还出来买头的了。我也问上看，你多娘是人还是出来？我女婿嘛专门打人口毛病，凡是吃五谷啥毛病一贴药，谁吃得还？那太医了，为头我，非儿，我只平常也叫退下去，啥子嘛？你了让我保卫，我总是出来一个，我不是保卫。但是今朝的几乎难下，因为我家这个医生不是别人自家的女婿，非不别人家背于说话一声，讲起来我有私心。那么是个，海无娘我也刚刚听说，今朝我不是为私，而是为公。正气法所谓，老人力把非为己，我们为这位我太娘娘好早上，我为来为去为了奉驾千岁。我说的好听，为来为去为子我娘，哪得不能再为头子问？是个这样为头，两旁边的文武大人非得不肯打出来报警，而且是我皇帝。说起来，哎呦，做那个人渣难改，不想把我把位，想想你也不用，根本叫你那还陪你。那么这个，今朝我先答应你。答应了答应，口毛病之前，你要把句闲话出来，口不好那行呗。老亲家，在一片忠心，寡人正罪。谁犯错？妻妹，说着汤若无药，而必真言。对皇帝毛毛呢，问得出个句话也害个了的。阿玉小姐，医生把句闲话出来，搿天要吃不好来预备难办。假使我答应不落，神具不用。今朝么中规龙改告子，正气犯罪。倘若明白，倘若不要你。老人牛人欺君大岁的门操在我一心，所有倘若不要老臣有枪，何家性命担保。是寡人之意，命李明当上帝祭功。领旨，天地之义，大此接受，天地听我。满丽军预备路上得中头名上牛么为分走步，但是满丽军精通医的了，让我理想大家在这里一天啊。所以家民队的上人开心得不得了，这个女婿不我没让，年纪轻马相好，才人出众，而且精通医的，小5万分重长，即为得来自。今在文武大人上京的3户为谁两相谁立小他给黑一上上，万岁有旨，有事出州，武士
卷帘退班了。今朝皇帝心情沉重，手下了龙一郎失手争执，张破一绳子打出来100件，起码也够过世人。那么这个，让我今朝闲话先说了这的，终为爱情，今日寡人负心灵能杀。大家不懂。皇帝上京的时也听文武百官为把各地情况，今在文武为分出之意，皇帝推出是不利杀之，啥子？门没给发下门，所以大家个目光盯了皇帝了上看嘛，一人个出自啥个事体啦？终为爱情，这位某为妻所为奉体受刑。皇帝啊，不才之于挂我个噻，那么我来交代。所以了，让东呢，竟家在杀人。玉亮，刚衣裳，刚热坤，口鼻不得，出了些耳口。王衣裳本是大家。想了想，我呀，我许家我忘记他屋里向养和个一天亚拉海湾，跨地太子，所以强北出没，正气万岁。手打龙去是木门分，想不太娘靠生日病，这是呀情义今日竟为谁要谁？真是一杯尸味臭水的女人意。他这个文武百姓，皇帝了那莫三门，视为受车，啥叫视为受车？八位工地么挪个，事体么不做个，供么也供个，用人么不怕个，还是打八位差不多了。皇帝了那莫八位么？山上让分东扶西，半眼同个让里向，半眼三个让外面。啥上门那个坟墓是皇帝在面孔啊看不清爽。现在听见皇帝了让马把位么土里欧黑些，山上让向5块把位顶线，属于3把位。对门地板一看看，哪块把位比我大啊？你了让对谁对看，谁对再对谁对看。看得在于手下一个人，大家在那盯来里看，杀人满丽君奸明队的3人，预备人相2起。历史家国上，坟务大人莫慌谁不盯来我看，为啥呢？我只为定个风落在道，今朝对个这人还应该定到。那么我来讲的，老子实际上真正理想个的医生，我来讲得动，害得来个医生真正看不下他有毛病，你要是他之为冯家体是为民在代行，以老臣看来，这是情义神医，定能藐视为臣。这位某于受病，寡人心中不安，倾家出走，可是保己名义，真气万岁。老人
朕保记民意。大地老兄娘，大哥保记民意，老亲家，陛下亲家，保谁来？亲家保记民意，新人民瑞身在哪里？是寡人之意，命他进宫侍兵。皇帝没开心，问我衣裳新啥叫啥，家人进宫。那么，能给马上拿女婿的名字报上来？不来。啥体问我女婿年纪太轻，一塌不知17岁。他有里向这两个老医生才个6、7十岁，还是老医生看不好他有17岁的小猴子哪来？民才须臾，30深宫太医中斗，否也能妙手为臣。故请众位爱卿，能非保记民意？倘若王家起死为生，神功所以晋升送上。也是个小老人。原来不他娘娘评为他有理想的第一山已经没办法医治，因此请分500官推荐医生。这个生意也好进发的。皇帝现在了让是看好了不他进步进将，那么看不好有3个呀。皇帝这头明面孔2米绿，1米光1米毛，1米6头用，1米的确亮的。所以大家在了让也对神灯沐浴，神灯一沐浴，神灯沐浴花。皇帝后啊，在了让也对呀。平常每个对奴工的单位不落，空地们奴的事体不做，几家不对，当个皇帝和285啊，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上一道扬鞭气势，勇于一战。尔等向朝廷致福，是寡人之所，取寡人之乐，而请奉驾受罪，要你们保礼敬同学。大公请风师先生做啊，非下亲戚呀，大如水，想他是几万苗日成干水。那么皇帝后在对你妈妈往何时何第啥个委屈，所以面孔一杯亲戚啊，既说报水泪，据说报哪一个？当皇帝唔受的么谁那个老乡？刚正刚直3句官后分来位置，2个这里说上来，假使名字再不办事，看上去头上顶说嘛也说出错不懂，刚吧，真气反水。他们那对多知的杀人谁？乃是心口状元神髓李明达。一听心口上有李明达，皇帝然是太特子不差。像心口上有文章是何？文章何不等于为看毛病呀？哎，老亲家。有风吹，谁把对？希望是否不相归？亲家
忠心，寡人明白，这名一门临。满丽军预备路上得中头名上牛么为分走步，但是满丽军精通医的了让屋里向大家在家里一天啊，所以家民这个上人开心的不得了。这个女婿不我灭上，年纪轻马相好，才人出众，而且精通医的，小屋不为分走上，即为得来自。今在文武大人上京的三个为谁两相谁立小他给黑一上上，万岁有旨，有事出州，故事眷连退班了。今朝皇帝心情慎重，手下了龙一郎实受真责，张破一绳子打出来100件，起码也够过世人。那么这个让我今朝闲话谁说了谁的？终为爱情，今日寡人负心灵能杀。大家不懂，皇帝上京的时也凭文武八卦违背国的情况，今在文武为分出之，皇帝推出是不利杀者，啥题？门没给发下门，所以大家个目光盯了皇帝了让看嘛，应该出自啥个事体啦？终为爱情，这位某为妻所奉其受戒，命在须臾。30神功太易中斗，否也能妙手为臣。故请众位爱卿能非保济民意。倘若王家起死回生，神功所以晋升送上。也是个泄露人。原来不他娘娘评为他有理想的第一山已经没办法医治，因此请文武八卦推荐医生。这个生意也好进发的。皇帝现在让是口下来过他进步进将，那么口不下有3个呀。皇帝扎头明面孔2米绿，1米光1米白，1米绿头用，1米的确亮的。所以大家在了让也对神灯沐浴，神灯一沐浴，神灯沐浴。皇帝后啊，在了让也对呀。平常每个对农工的单位活路，空地们挪的，事体不做，几家不对，当我皇帝285啊，所以面孔胖一杯，都上一道扬兵气势，勇于一战。尔等向少林之佛，是寡人之所，取寡人之乐，而请奉家受戒。要你们保济民意，尽为些要事，真是一杯实为抽水的一人意。他这个文武必行，皇帝的那莫三门视为受抽，啥叫视为受抽？8位。工地么挪个，事体么不做个，供么也供个，用人么不怕个，还是打8位差不多了。皇帝了让莫8位么，适当让分东扶西，半眼大个了让里向，半眼小个了让外面。啥上么那个坟墓是皇帝张面孔也看不清爽。现在听见皇帝了让莫8位么土里暗黑些，适当让向5块8位顶些，属于小8位。对门前旁一看看，那块8位比我大啊！你了让对谁对看，谁对再对谁对看，看得再远，手下一个人，大家在那盯来里看，啥人？满丽军革命队的3人，预备人相2起，历史家果然，坟务大人莫慌谁不盯来，我看为啥么？我这位定个。风落在道，今在对个这人还应该定懂。
那么我来教的，老子实际上真正理想个的医生，我来教得动。害得来个医生真正看不好他有毛病，乃皇帝啊，不察之余挂我不噻。那么我来教的，所以了老东呢，竟教的少年。玉了，刚医生，刚热坤。口鼻不得，出了些儿口。王医生本是大家，想了想，我呀，我西家我忘记他屋里向养好个一天亚拉海湾，跨地太子，所以强北彻波，正气反所谓西明君把心你们守大龙去是木门飞不太娘，靠生日病，这是呀情义，要是他之为，冯家七十位民在代行，以老臣看来，这是。情义神医，定能妙施为臣。非礼是为某位设病，寡人心中不安，倾家出走，可是保己名义。真气反水，老人对来保己。朕保己民意，大地老兄娘，大哥保己民意，老亲家，地下亲家，保谁来？亲家保己民意，信人民瑞，神在哪里？是寡人之意，命他进宫士兵。皇帝没开心，问我医生姓啥叫啥，家人进宫。那么，能给马上拿女婿的名字报上来？不来，啥体嘛？我女婿年纪太轻，一塌不知17岁。他有里向这两个老医生在个60-70岁，还是老医生看不好他有17岁的小伙子哪来？所以皇帝听见名字怕。撇开围驴了，我也落不落。搿么是个，让我名字慢慢讲讲，先拿女婿的本事碰一碰，加热。再个像现在厂里向的产品外分7厂，随时做一张广告，叫广而告之，正气反水。他是某福建人，谁姓哈？我也不是看上牛，非下亲戚呀，80岁。想他精通心理营养落叶，大哥，请说明先生在。亲家一月8岁嘞，想他是天文地。